清朝四大書院之一，被譽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活的見證嘅廣雅中學，今日迎嚟咗120歲生日。譚晶婷報導。超過1萬名校友從世界各地返回母校，年紀細嘅先至啱啱考上大學，年紀大嘅已經超過90歲。唔少校友仲一家大細齊齊出動。對於學校正喺度進行嘅薪火相傳活動，歷屆校友都高度評價。佢哋嘅一種咁刻苦勤奮嘅一種精神係好值得我去學習㗎。努力學習，報效祖國的精神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廣雅中學係廣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，有住100年歷史嘅冠冕樓，係廣雅中學第一樓。今日正式成為全國中學中第一家書院博物館。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方璇等領導為博物館揭幕，而全省中學中第一條歷史文化長廊、正門影壁等廣雅文化工程，亦喺當日同時落成。冠冕除咗有第一嘅意思之外，亦都有登官位嘅意思㗎。以前喺冠冕樓培育咗數以萬計嘅人才出嚟，依家佢化身博物館，除咗見證住廣雅中學120年嘅教育歷程，亦都見證住中國近代教育史嘅發展。唔少校友話睇完博物館中珍貴嘅歷史圖片同實物展出之後，都深受感動。去讀書嗰陣呢，呢度就個科學館，一邊生物，一邊化學，一個然後就物理，分咗3部分。前輩啊，留下來的這個文物應該保留，比如這個張之洞，這個寫書上呈這個清朝這個皇帝的那種文物。廣州電視記者譚勝婷報道。